19世纪中叶，撒旦教信徒马克思在《共产党宣言》里说：“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游荡。共产党随之就在欧洲出现，给欧洲人民带来极大灾难。半个多世纪后，这个幽灵演变成中国共产党，控制了整个中国大陆，开始兴妖作怪，为祸人间。中国共产党这个极端仇恨真理、疯狂与神为敌的恶魔集团，作恶多端。他不仅残害屠杀了上亿中国人民，还竭力迷惑人，否认神，否认真理，企图控制整个人类，让人类把共产党当神崇拜，当神对待，导致人类否认神，抵挡神，背叛神，达到了罪恶顶点。中共自从在中国大陆执政以来，就一直迫害宗教信仰，疯狂抓捕、屠杀基督徒，驱逐残害在华传教士，血债累累，恶贯满盈，罄竹难书。表面上，他在宪法里规定宗教信仰自由，实则是在掩盖真相，欺骗世界各国人民。其最终目的，就是为了取缔宗教信仰，把中国建成无神区，企图永远掌控中国人民。中共政府是人类历史上迫害宗教信仰最血腥的政权。他把基督教、天主教都定为邪教，把圣经定为邪教书籍，没收烧毁无数，查封拆毁教堂，取缔所有家庭教会。在中共政府的疯狂镇压、残酷迫害下，无数基督徒被抓捕，遭受酷刑折磨，被监禁坐牢。还有许多基督徒有家难归，东躲西藏。有些教会领袖被中共迫害致残致死。苦难深重的中国基督徒更加迫切地期盼着主耶稣的再来，得蒙拯救，脱离中共的迫害。主耶稣说：“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”末世，神再次道成肉身，降临在世界的东方，中国。1991年，末后的基督全能神正式尽职分，先后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话语，在主耶稣救赎工作的基础上，做了一部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。神的羊听神的声音，各宗各派喜爱真理、渴慕神显现的人，听见全能神的话，满有权柄、能力，都是真理，就是神的声音。认定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，纷纷归向全能神。短短20余年，中国大陆就有几百万人接受了全能神。
全能神教会的迅速发展，引起了中共的极度恐慌。中共为了取缔全能神教会，多次召开紧急会议，下发秘密文件，调动武警、军队，疯狂镇压全能神教会，甚至扬言一日不取缔，一日不收兵。整个中国大陆血雨腥风，黑云压城，天怒人怨。如今，中国大陆所有家庭教会的基督徒，尤其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，正遭受着中共政府更为残酷血腥的迫害。他们用鲜血与生命，谱写了得胜撒旦权势的壮丽凯歌，也汇聚成了一部中国基督徒饱受迫害的血泪史。2015年的春节即将来临，在这万家团圆、喜庆祥和的日子里，湖南省某县一个出租房的院里，却发生了一桩惨案。这栋出租房的其他租客都已回家过年了，唯一留下的租客却突然死亡。死者是一名30岁左右的女性。她仰面朝天躺在地上，头部流出大片鲜血。院子里还蹲着一名戴手铐的女子，一直泪流满面。围观的人群都议论纷纷。这名惨死的女子是谁？戴手铐的女子又是谁？她是否是凶手？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？死者究竟是怎么死的？队长，都站个吧，都站个吧啊！起来，走，快点跟上！看到死者的惨状，周围的居民都感到不安。年前发生的这桩命案，让喜庆的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是因为你在旁边衬托的。徐范为嘛漂亮？为嘛？后边有风潮杠。我这什么时候回来？你他说啊，我还和了一块吃饭。好，你看我在这旁边，她还漂亮吗？漂亮。去，给我把拉链拿起来。你们过来，她更漂亮。哥，嫂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出事了！大叔，别急，慢慢说。高层警察打电话，告诉丛志书说小兰跳窗自杀了。真的屁股！突然传来的死讯，让宋家人都无比震惊。他们等待阖家团圆的心情，瞬间坠入了冰窟。宋家人根本无法接受亲人自杀的说法，带着强烈的质疑，宋母和小兰的妹妹急匆匆地
赶往了殡仪馆。快走！你们先去，我找我哥讲。在去殡仪馆的路上，宋母想起了女儿离家时的情景。宋小兰，28岁，是全能神教会的信徒，人性好，是真心信神的人。这么急，去哪呀？妈，教会最近有项工作，需要租房子配合，我出去租个房子。哎，现在中共到处抓咱信神的，租房子要小心啊。妈，我知道了。妈，我走了。小心点啊！宋母始终无法相信，女儿宋小兰只是租房做点教会工作，最近一切都很正常，怎么会突然跳窗自杀呢？看到停尸柜里躺着的正是自己的女儿，宋母失声痛哭。宋母伤心欲绝，昏倒在地。负责此案的警察何某却满脸漠然，一言不发。宋小兰究竟是怎么死的呢？当时被警察带走的女子到底是谁？赵琴，你和宋小兰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会住在她家？说。在地上活出神爱的形象，如彼得一样真心的爱神。感谢神，现在教会能让我尽这个本分，这是神的爱，我一定要好好在这本分上去满足神，环抱神的爱。是啊。我和小兰是朋友，昨天来找她，聊晚了就住下了。哼，你不老实交代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。说。你们说的我听不懂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再不老实交代，我们就说宋小兰是你害死的。你们说是我害死的，有什么证据？如果是我害死的，我怎么可能等着你们来抓？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既然宋小兰的死与赵琴无关，是交代，
那真正的凶手是谁？你好受。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小兰怎么起这么早啊？我去院里上厕所，你继续睡吧。怎么会是这样啊？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赵琴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宋小兰早上起来说去上厕所，怎么会突然死在院子里呢？宋小兰的死因也同样困扰着宋家人。小兰儿，我女儿到底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不是你传的信全能神，她能死吗？咱们都是一个村住的，我就实话告诉你。现在国家严打你们信神的，尤其信全能神的，整死一批，关押一批。在殡仪馆内，认识宋家人的警察何某一直厉声斥责宋母，说宋小兰的死与信神有关。宋母正为此感到疑惑时，何某又拿出一张照片让他辨认。你认不认识这个人？宋母看着照片，一眼认出是赵琴。是，我认识。你女儿就是被这个人害死的。他和赵琴都是全能神教会的信徒，彼此很熟悉。他相信赵琴绝不可能谋害自己的女儿。最让他疑惑的是，警方早上还说女儿是跳窗自杀的，现在又说是被人谋杀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正当宋母百思不得其解时，何某一番不经意的话，似乎泄露了什么。我们已经监视你女儿2、3个月了。昨天晚上就听到有人在她租的房子里叽叽咕咕的说话。
警察秘密监视的说法，让宋母更加印证，女儿绝不可能是自杀身亡的。小兰不是自杀，是小兰的突然死亡必有蹊跷。小兰，小兰。殡仪馆内，陆续赶到的宋家人看了遗体后，都痛心疾首，绝不相信生性活泼外向的宋小兰会跳窗自杀。尤其她头顶严重的凹陷，更不可能是跳楼造成的。警察何某前后矛盾的说法，让宋家人更加怀疑，警方是在掩盖事实真相。为了寻找证据，当天下午3点，宋家人赶到了案发现场。看着院子里的2滩血迹和地上画出的尸体痕迹，宋父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。小兰的丈夫也忍不住泪如雨下。房间内早已被警察翻得一片狼藉，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已被搜走。当看到房间的窗户时，宋家人怒火中烧，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。房间内的所有窗户明明都是用钢筋封死的，人根本跳不出去。警方说宋小兰跳窗自杀，简直就是无稽之谈。宋家人看完现场后，带着种种疑问来到县公安局，找到当地刑警大队的大队长殷队长宾某对质。上次你们说我女儿是跳窗自杀的，我们到出租房去看了，窗户都是用铁栏杆封死的，我女儿怎么能跳窗自杀呢？是啊，你们打电话说小兰是跳窗自杀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。啊，我们也是接到有人报案说，宋小兰是跳窗自杀的。我们是早上8点多赶到现场的。经过我们的调查呀，发现宋小兰是喝了敌敌畏，爬到楼顶，从楼顶跳下来。我们在她的床下还搜到了1瓶敌敌畏。堂堂刑警大队的大队长，竟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。小兰怎么能和敌敌畏跳楼呢？这人呐，要是不想活了，啥想法可能都会有的。这事儿我们见得多了。之前，警方明明说宋小兰是跳窗自杀，后来警察何某
又说是被赵琴所谋杀。现在，大队长宾某竟然说宋小兰是喝了敌敌畏跳楼自杀。中共警方为何对宋小兰的死给出了前后不一的说法？警方的搪塞与敷衍，让宋家人感到了无比愤怒。宋小兰性情能神，死了也活该。排长比最高明啊，很快就和他打。中共警方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谎言，让宋家人痛下决心，一定要查明宋小兰的死因。为了证明宋小兰不是喝敌敌畏自杀的，他们主动要求给宋小兰尸检。当天下午6点，宋小兰的父亲和丈夫在解剖室里发现，宋小兰的左大腿有大块淤青，左小腿有小块淤青，显然在死前被人殴打过。宋小兰的丈夫还发现了一个细节：妻子右腿的裤子外侧有一大片都磨烂了。妻子生性爱干净，裤子被磨烂弄脏，应该是在死亡前后发生的。当时的宋家人没有意识到，这裤子上的磨痕正是证明宋小兰被杀害的蛛丝马迹。法医首先打开了胸腔和腹腔，检查取样。胃液取样时，宋小兰的父亲和丈夫没有闻到一丝敌敌畏的味道。警方说宋小兰喝敌敌畏的说法根本不成立。尸检后，县公安局迟迟不出示尸检报告，宋家人多次上门索要结果。警方却一直嚣张跋扈，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。一连串的谎言让他们预感到，警方在有意隐瞒真相。像尸检报告这么关键的证据，是不会轻易给他们的。宋家人彻底失望了。3月2日上午，春寒料峭，天气格外阴冷。焦虑的宋家人再次来到案发现场，细细查看每一个角落。这一次，他们有了很多发现。尽管时间已过了大半个月，地面也已被人清理过，但斑斑的血迹已渗入水泥地里，痕迹如此清晰，成了一块块无法抹去的印记。这些已经干涸的血迹默默无语，却又好像在诉说着什么。循着这些斑驳的血迹，家人们似乎一步步接近了真相。警方说，宋小兰是喝了敌敌畏后跳楼自杀的。可宋父根本无法接受这个说法。女儿如果喝了敌敌畏，怎么可能在即将死亡的情况下
还把空敌敌卫平放回床下，再跳楼自杀呢？联系到之前尸检时，根本没有闻到敌敌畏的味道。宋父肯定，女儿绝不是喝敌敌畏自杀的。那她究竟是怎么死的呢？别说了，赶紧处理。来吧。看完案发现场，宋家人更加确认，宋小兰应该是被人打伤昏迷后，
被拖到楼顶，从楼顶上推下去，伪造了跳楼的假象。可这个推断，又让宋家人感到疑窦丛生。这些杀人凶手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们为什么要害死宋小兰？警方又为什么一再撒谎，包庇凶手呢？悲愤至极的宋家人随即再次来到县公安局，索要宋小兰的尸检报告。可宾某等人见到宋家人后，竟然都偷偷地溜走了。没有人啊，是不是故意躲着咱们？3月15日，县公安局出人意料地打来了电话，主动提出要给家人看宋小兰遇害的现场录像。我们是在宋小兰出租房厕所的直楼里找到一个空敌敌畏瓶子。宋小兰就是喝了这瓶敌敌畏以后爬到楼顶的。警方播放的录像再次暴露了他们的谎言。之前，宾某说，敌敌畏的空瓶子是在床底下搜到的，现在却说是在厕所里搜到的。宋父从当时围观的老乡那里得知，宋小兰死时明明是仰面躺在地上，可警方的录像里竟然面朝下。警方当时并没有抢救宋小兰，可录像里却出现救护车开走的镜头。种种疑点足以证实，这盘所谓的现场录像纯粹是剪辑出来的。这就是事情的经过。警方竟然为蒙蔽家属制作假录像，还做得如此漏洞百出，宋家人更是怒不可遏。你们说，我女儿是跳楼死的，为什么她的头顶上会有个洞呢？从楼上跳下去的，怎么从1楼到4楼的楼梯上会有血迹呢？这绝对不是跳楼死的，是被打死的。小兰是被人害死的，对，肯定是被人打死的。一开始你们说是在床底下发现敌敌畏的，现在怎么又改口说在厕所里？你们为什么先后的说法不一样呢？就是给我们一个准确的说法。中共警方前后不一的说法，频频改动的死因，暴露了他们随口撒谎、公然欺骗的无耻之态。面对宋家人掷地有声的质问，警方根本无法解释，可仍百般抵赖，不停地狡辩。看到警方极力推脱责任，甚至一直无耻地编造谎言，宋家人都愤怒不已。
同时又感到深深的无奈与无助。宋家人找到了在政府部门上班的亲戚帮忙，亲戚爽快地答应了，说公安局有熟人，一定为小兰讨个说法。老战友，咱们这么久没见面，今天又是喝酒又是喝茶的，你是不是有事儿？有事说吧。啊，就是你们办的案子，宋小兰的事儿。啊？怎么了？嗨，不瞒你说，她是我家亲戚。啊？你们家亲戚？哎呀，要知道就不把他打死了。哎呀，要打也不会打这么重视的。啊，抽烟来。你说好好的信什么神呢？这可是国家重点打击对象，这是在与国家作对呀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呐。哎，小张这两天联系我吗？哎呀，一直也没联系。嗨，前两天我都联系了。啊？大哥，哎，今天下午我找到了公安局的宾大队长。哦。是这么回事。小康，哎，大嫂，宾队长是怎么说的？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跟我们说说。哎，我了解到了，咱们家小兰是因为信全能神，被他们打死了。啊！就是被打死了，还打死人？共产党怎么随便打死人呢？我外孙女被警察打死了。这哪有天女王牌呀！亲戚找了宾某后，把宾某的话转告给了宋家人。宋家人听到警察背地里透露了真相，都满腔怒火。他们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是中共警察打死了宋小兰。看到中共警方草菅人命、欲盖弥彰的做法，宋家人都决意打官司，可公安局却统一口径，说宋小兰是服毒自杀，还嚣张地恐吓宋家人说，他们没处讲理。看到警方如此无法无天，以权欺人，宋家人有冤无处诉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得含冤饮恨，放弃上诉。一桩人命案就此不了了之。事后，据知情人透露，宋小兰因信全能神后一直尽本分，遭到了中共警方的监视。2月12日凌晨5点，何某等几名便衣就包围了宋小兰的住处。凌晨6点，宋小兰外出上厕所，便衣抓捕她时，狠下毒手，以为宋小兰活不了了，就把她从楼上扔了下去，制造了她跳楼自杀的假象，还3番5次编造谎言，其实就是想掩盖事实真相，逃脱罪责。中共对宋小兰的残忍杀害，使得四世同堂的宋家人从此活在了痛苦之中。宋小兰死后，她的女儿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妈妈了，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一想念妈妈，就不停地哭泣。在哪里？我想见妈妈。
年幼的儿子还不知道妈妈已经离世，天天都哭喊着要找妈妈。宋母伤心过度，每日以泪洗面，身体越来越虚弱。自从女儿离世后，就时常昏厥。小兰没了，只要饭，我只能行了。小兰没了吗？宋家人怎么也无法接受，宋小兰只是因为信神尽本分，就被中共打死了。这种失去至亲的伤痛，永远都无法磨灭。4月4日，宋母再次来到女儿租住的民房。在一个隐秘处，他找到了女儿的一本日记，里面夹着一张未寄出的信纸。望着女儿熟悉的字迹，宋母感到物是人非。失去女儿的悲痛，让泪水再次决堤。依稀间，仿佛看见了女儿宋小兰的身影。妈，是神的爱，让你把我带到神面前。信神的确是走人生正道，感谢神。妈，最近本分有点忙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是您替我带着2个孩子，让您操心了。我以后会好好尽本分，还报神的爱。